咁多位司機好啊！今日呢條片會同你講解下，如果你係用緊順達嘅咪錶，點樣可以使用到接單功能嘅。首先，你當然都要登記同埋註冊好 Dash 嘅司機版程式啦。呢方面我哋有另一條片教大家。當你完成晒註冊同埋登記啦，首先要做嘅就係將手機 App 同埋咪錶進行配對。右下角呢度撳本間登錄，會出現一個掃描嘅鏡頭，然後按照而家圖入邊嘅指示，咁將佢哋兩者配對翻。成功之後咧，咪錶嘅頂行會變成藍色，亦即係話你已經準備好進入下一個步驟啦。接落嚟咧，我哋喺左下角呢度見到訂單呢個掣，我哋撳入去，你會見到你嘅車牌咧已經自動填好咗，因為已經配對好咪錶啦嘛。喺呢個時候選擇翻你個人嘅編號，然後我哋可以喺下方呢度撳開始接單。好，入到嚟接單畫面啦，第一行我哋會見到即時單、預約單同埋已預約三個選擇，我哋講咗即時單先啦。即時單顧名思義就係而家呢一刻可以俾各位司機去選擇接嘅訂單。我哋嚟做個示範啦。假如司機想接嘅係中間呢一張1號停車場往迪士尼好萊塢酒店，我哋只需要向左一拉，出現呢個綠色嘅剔號，然後我哋點一點個剔號，就會進入咗呢個乘客資料嘅界面。喺呢度我哋可以選擇 WhatsApp 乘客，亦都可以選擇打俾佢，亦有地圖可以令司機更容易去到目的地。當你去到接載點接乘客嘅時候，記得要先喺咪錶度撳往，然後再按客已上車。如果你未撳過往字嘅話， App 入邊亦都會有提示，所以撳完往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撳客已上車嘅按鈕進入下一個頁面。呢個時候你咪錶嘅頂部會顯示為綠色，代表呢張單乘客將會喺網上邊完成成個俾錢嘅程序，司機唔需要向乘客收取任何現金。去到目的地嘅時候，司機只需要按咪錶上面嘅收費，再加上行李費、寵物費同埋隧道費呢三樣嘢，然後按個空字，呢張訂單就完成啦。除咗一般嘅訂單，司機都有機會遇到途中呢一種寫住咪錶收費加60，我哋又嚟做個示範啦。接咗訂單之後，然後按客已上車，去到目的地嘅時候，我哋假如呢支旗係24蚊，再加上6蚊嘅行李費，總錶頭嘅收費係30蚊。完成後，我哋嚟到收入記錄睇一睇，剛剛咪錶30蚊嘅收費，因為後台已經幫司機自動計算好60蚊嘅額外叫車費用，所以剛剛嘅訂單總數係90蚊，將會打入司機嘅戶口。講完即時單，我哋而家就嚟預約單嘅教學啦。同樣第一行，我哋只需要點一點中間預約單嘅按鈕，我哋就會睇到有啲咩預約單係可以俾各位司機搶。接預約單最重要嘅事情就係要睇一個預約時間係幾多點。我哋可以喺張單嘅右上角可以睇到佢哋分別嘅預約時間係幾多。而當司機確定好呢張訂單係佢想搶嘅話，只需要喺訂單向左拉一拉，按一按呢個綠色嘅剔號，就已經成功搶到。搶到嘅預約單會喺頂行最右手邊已預約嗰度顯示，我哋撳入去睇下，入邊一樣會好似頭先所講有乘客嘅一啲聯絡資料，但係我哋暫時就唔會見到客已上車嘅按鈕，因為預約嘅時間未到。去到預約訂單前嘅15分鐘，返回上頁呢個按鈕就會變成綠色客已上車嘅按鈕，可以俾司機去接載乘客使用。而成個過程亦都同即時單一模一樣，完成後只需要輸入翻相應嘅車資就可以啦。接落嚟我哋會講下平台嘅取消制度，無論係即時單定係預約單，如果司機接咗單之後發現自己未能完成訂單，亦需要按取消訂單呢個位置，選擇翻原因，你就會睇到訂單已經取消。但係 Dash 作為平台咧，當然唔鼓勵司機無故取消訂單，希望各位司機喺有特殊嘅情況底下先至會使用。暫時司機取消訂單係唔會有罰款，但係如果我哋多次發現司機無理取消嘅話，賬戶可能要凍結，各位司機記得要留意啦。咁去到乘客嘅部分啦，乘客喺特定情況之下取消訂單咧，係會被罰款20蚊嘅，司機會從中得到15蚊嘅補償。我哋先講即時單啦，如果乘客喺司機接單後嘅3分鐘取消訂單嘅話，佢就要罰款20蚊。舉個例子，如果司機係喺上午11時正接到呢張訂單嘅話，而乘客喺11:03或之後取消，乘客就要被罰款20蚊。
而預約單咧，乘客如果喺指定預約時間嚟到前嘅45分鐘以內取消訂單，亦會被罰款20蚊。我哋又舉個例子，如果呢張預約單係12點正開始嘅，乘客喺11點15分或之後取消嘅話咧，佢就會被罰款20蚊啦。而司機得到嘅補償咧，係可以喺收入記錄嗰度查看得返。以上就係 Dash 嘅取消機制啦。接落嚟，我哋會教司機點樣 check 返佢哋嘅收入記錄。我哋首先喺右下角按收入記錄，選擇3月4號早上呢一間嚟做一個例子啊。入到嚟，我哋會見到上面有待轉賬同埋已轉賬。待轉賬嘅意思就係你完成咗嘅訂單，但係 Dash 係未過數俾你嘅，呢啲賬單會係藍底黑字去表示。而如果你做完嘅賬單 Dash 係已經過數俾你嘅話咧，就會係黑底藍字，就好似圖中2月28號呢一間入邊嘅賬單咁樣 ，Dash 已經過晒數俾呢位司機噶啦。所有已完成嘅訂單 Dash 會喺1個工作天後就打款俾各位司機，就可以去銀行戶口 check 下你哋嘅款項係咪已經到賬啦。去到呢一度咧，成個教學過程已經完結啦。希望各位司機睇完呢條片之後，除咗學到點樣使用我哋 Dash 嘅接單服務啦，都會感受到我哋好努力去打造一個優秀嘅平台俾各位司機去使用。如果你都想介紹朋友一齊用嘅話，記得按翻右上角呢個齒輪，就會見到你嘅推薦碼，可以分享俾你嘅司機朋友，仲可以得到豐厚嘅獎品啊！即刻行動啦！